接下来我们要时装秀。这个时装秀是由民主风咪组第一，它有3地的日本、夏威夷、客家、越南、印度服装、缅甸服装，所以请我们长辈会慢慢啊，给咱欣赏因的各国的服装，多谢。
家、越南、印度服、缅甸服装的展览。我们现在2个人穿的是地地道道的缅甸装，但是呢，像我戴这个帽子啊，平时没有戴，只有那些国家的那些大人物，总统啊、总理啊、学校的校长啊这些，他们大人物才戴。现在是我跟他们借来戴一下。那么地地道道的缅甸装大家也看到了，那么地地道道的缅甸语呢，我先讲一句，阿鲁维明拉巴克米亚，它的意思呢，就是向大家问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地地道道的缅甸歌，我现在唱给大家听，是泼水节的歌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吴建明先生跟太太给咱合唱这条因当地的迄个足传统的歌，多谢。